全地着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，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，唱歌来到伊的面前。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，咱是伊创造的，咱也是伊的，咱是伊的百姓，也是伊草场的羊。着用感谢入伊的院，用学乐入伊的院，着感谢伊学乐伊的名，因为耶和华是好。 伊的慈爱到永远，伊的信实到万世代。下面咱来邀请敬拜俄乐团来甲带咱来敬拜俄乐。各位兄弟姊妹平安。平安。咱三甲起立，咱俄乐咱的主。咱要用欢喜的心情来俄乐咱的主，因为透早起来，咱要来俄乐主。 透早起来，俄乐主。透早起来，俄乐主。因为透早起来见到耶稣，我心内有平安。透早起来，俄乐主。透早起来，俄乐主。因为透早起来见到耶稣，我心内有平安。 我将我的生命，我将我的生命交托伊，因为伊是守赐平安的主。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伊，因为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。透早，透早起来，俄乐主。透早起来，俄乐主，因为透早起来见到耶稣。 我心内有平安，透早起来，俄乐主。透早起来，俄乐主，因为透早起来见到耶稣，我心内有平安。咱搁一个来宣告。透早起来，俄乐主。透早起来，俄乐主。 因为透早起来见到耶稣，我心内有平安。透早起来，俄乐主。透早起来，俄乐主。因为透早起来见到耶稣，我心内有平安。我将我的生命交托伊，我将我的生命交托伊。 因为伊是守赐平安的主，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伊，因为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。我将我的生命，我将我的生命交托伊，因为伊是守赐平安的主，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伊，因为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。 透早起来，俄乐主。透早起来，俄乐主。因为透早起来见到耶稣，我心内有平安。透早起来，俄乐主。透早起来，俄乐主。因为透早起来见到耶稣。 我心内有平安，我心内，我心内有平安，我心内有平安，我心内有平安。上帝是赐稳定的神，只要咱相信就会得到，只要咱常常来祈祷，信靠伊，伊就会带来满满的稳定。咱做伙用这首歌彼此祝福。 稳定是要白白予人。上帝的稳定是要白白予人，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。上帝的稳定是要白白予人，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。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，就会真做伊己若嘴内心灵伊的。 就会得到救，上帝稳定是要白白予人，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。
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，就会亲做伊，囡仔嘴来信任伊的，就会得着救。上帝稳定是要白白予人，只要你相信，就会得着。上帝的稳定是要白白予人，只要你相信，就会得着。上帝的稳定是要白白予人，只要你相信，就会得着。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，就会亲做伊，囡仔嘴来信任伊的，就会得着救。上帝稳定是要白白予人，只要你相信，就会得着。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，就会亲做伊，囡仔心内信任伊的，就会得着救。上帝稳定是要白白予人，因为你相信，就会亲。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，心内若要相信，就会得着伊，囡仔嘴内信任伊的，就会得着救。上帝稳定是要白白予人，只要你相信，就会得着。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，就会亲做伊，囡仔嘴来信任伊的，就会得着救。上帝稳定是要白白予人，只要你相信，就会得着。只要你相信，就会得着。只要你相信，就会得着。咱将一切荣耀献给咱的主。请坐。咱三甲来安静心，在这个时阵，咱多多来仰望咱的主，专心来对上帝讲话，来回向主，互咱的稳定。主听咱做宝贝，是今在到永远的上帝。伊毋捌放散咱，互咱的心得到安慰，因为伊是保护咱的主。绝无啥物会当疼煞伊的疼。咱做伙用感恩的心来唱这首歌，来回想主的疼。我的心有伤痛花，也早搁行遐，坐坐困放当当，我袂看着你的疼。主你听我做宝贝，毋茫放散我，予我永远踮你面前，毋免搁着惊。我的心，我的心有伤痛花，要怎搁行遐？做做捆绑当当，我袂看见你的疼。主你听我做宝贝，毋茫放散我，予我永远踮你面前，毋免搁着惊。我的心啊，我的心有伤痛花，要怎搁行遐？做做捆绑当当，我袂看见你的疼。主你听我做宝贝，毋茫放散我，予我永远踮你面前，毋免搁着惊。咱扬起咱的双手，主你的疼，透饱我的心，安慰我，无论是夜晚，
坎坷也开挂，绝无啥物会当疼煞。主你的听，引带我的路，保护我，对答到永远，坚持无变换，绝无啥物会当疼煞。主你的听。我的心有伤痛话，要怎搁行呀？最最困梦东打我袂肯定你会听，主你听我做宝贝，毋茫放散我，予我永远踮你面前。免搁着惊，主你的听，透放我的心，安慰我。无论是夜晚，坎坷也开挂，绝无啥物会当疼煞。主你的听，引带我的路，路予我。对答到永远，坚持无变换，做无啥物能够。咱搁来选过一届，主你的听，透放我的心，安慰我。无论是夜晚，坎坷也开挂，绝无啥物会当疼煞。主你的听，引带我的。对答到永远，坚持无变换，绝无啥物会当疼煞。主你的听，主你的听，引带我的路，保护我。对答到永远，坚持无变换。绝无啥物会当疼煞，主你会听。三甲来吟圣诗第2首，圣诗第2首，圣哉圣哉圣哉。请起立吟全首。
请咱大家有缘徛伫，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场必来到人来受苦，顶是个死埋葬和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我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共同的教会，信徒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各我永远的命。阿门。请坐。请咱大家来交托启应文第25篇。启应文第25篇，圣经的后面1043页。启应文25篇，详细也是诗篇103篇。我的心情啊，着称赞上主。我的心情啊，着称赞上主。伊赦免你拢总的罪，伊救你脱离死亡的陷阱，伊用逐款好物，互你一世人满足。上主施行公义，上主有慈悲有仁爱，伊袂久长责备，伊袂照咱的罪过责罚咱。天离开地有偌远，东离开西有偌远。老爸安怎疼惜家己的囝儿？因为知影咱受造的本质。人咧，伊的生命亲像草，风一个吹就消失。毋过上主永远疼惜敬畏伊的人。就是遐个遵守伊的约。上主伫天顶设立宝座，有大权能的天使，听叹上帝的话。令中着称赞上主，所有天军集行以指伊的车赛啊。伫掌权逐所在，所有的被造物啊，我的心情啊，着称赞上主。阿门。请咱同心来祈祷。慈悲疼人的上帝，我感谢你，你创造宇宙万物，佮照你的像来创造阮人类，互阮通享受你所创造的。总是阮无顺服。由阮犯罪堕落，离开你。你为了要拯救阮世间的人，就定着伫创世以前竞选阮，通过差派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，道成肉体来到世间，钉死入十架顶，流出宝血来洗清阮所犯的罪，来赦免阮的辜负，佮对世人中各我就天，后见若信靠伊的人有永远的活命。相时你也应允阮，人若踮入基督，就是对做新创造的。旧的代志当已经过去，当拢变做新的，通甲你国合，也将即个劝人甲你国合的积分赏赐阮。你的疼极大，你的恩典满满，阮深深感谢学了你。总是阮伫日常的生活中，也有罪恶的本性，受到要挟，就会做歹。有侪过失，阮伫遮要诚心悔改认罪，
求主你赦免阮、怜悯阮，通过耶稣基督所流出的宝血，搁一摆来洗清阮的罪，互阮伫基督内面来成做利器。求你圣神来帮助阮，伫生活中会当遵照你所启示的真理，成成，直到永远。亲爱的主耶稣啊，你是世间的光，对你的人无惊你暗，反倒要活命的光。愿恳求你日日来引带阮，行伫你光的内面，学习顺服，一世人来跟对你、服侍你，遵趁你所交付的阮的命令，四围传福音，为主来见证，荣光你的名。今仔是圣的主日，相时也是感恩节。阮众兄弟姊妹伫遮献上阮的感恩，也要领受你对顶面来赏赐阮真理甲启示的灵。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，是路照的光，也是活命饼。你讲，互人活力就是神，肉体无利益。你所甲阮讲的话就是神，就是活命。你的话会当改变阮的生命，过圣洁得胜的生活。这是阮特别为着阮所敬听的陈正雄牧师来祈祷，恳求你圣神来充满伊，感动伊，互今仔所传讲的信息来刺激阮逐人的心灵。对待以后，大家同心做伙来起教会，这是阮的为着世界肺炎的疫情，也未解除来祈祷。恳求主你施阮赏赐逐个的医疗专家，有聪明有智慧。或者疫苗早日会当就绪，通化解危机，来透帮遐个染着肺炎病症的人来恢复健康，也互各国经济来恢复，来改善百姓的生活，早日脱离苦难。但我要将这个圣会完全交托你的圣手，求主你分别做圣，圣神充满阮在座每一位。这时我要奉耶稣基督对四国外得胜的尊名，吩咐撒旦离开这个所在，为搅扰阮逐人的心思意念，互阮通专心致意领受你的真理。今仔日无来兄弟姊妹，阮会求你来帮衬，无论伊是厝外的，也是破面倒伫床里，求你有缘来保守因、看顾因，甲因三家己咧，也保守阮在座的兄弟姊妹。大家身躯勇健，享受阮平安，愿一切尊贵荣光拢归乎你。阮安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三甲来看上帝的话，伫新约路加福音17章对11节到19节。新约和合本108页，汉语本91页，路加福音17章11节到19节，这是我的强读。耶稣去耶路撒冷的时，对撒玛利亚甲加利利交界经过，入一个乡舍的时，有10个太高的拄着伊，远远地徛，出声讲：“耶稣先生怜悯阮。”耶稣看见，甲因讲：“恁去将本身互祭司验。”因去的时就得到清气。其中一人看见家己已经好。就倒转来，大声讹落上帝，趴落伫耶稣的骹前来感谢伊。这人是撒玛利亚人。耶稣应讲：10人，敢无拢得到清气吗？迄9个伫倒落？这个目族的人以外，也无别人倒转来归荣光互上帝吗？就甲迄人讲：起来，做你去，你的神有救你啊！以上愿上帝祝福今仔听见的话佮行的人。这是咱来请圣歌队来学乐，圣歌队学乐的题目是渴望的圣诞颂歌，来继续唱。以色列。
多谢圣歌队献诗，愿因讲归乎天父上帝。咱今仔日非常的欢喜，上帝差派伊终身的罗卜，陈敬祥牧师来到咱中间。伊是伫马街医牧部的牧师，透早就对远远马街病院赶来遮，来甲咱分享信息。这是咱的欢迎陈牧师。大家平安，平安。感谢上帝有机会来到咱的教会，含咱来参加敬拜，也毋望会通用上帝的话伫遮来分享互咱，互咱得到伊的勇气。但是牧师嘛是爱大声讲，我看师会有甲口罩摕起来，我想阮的距离有够远，互牧师讲道理毋免喘气有困难。咱若读一本册，可能头一个你爱想，这个作者是甚物人？因为你会想着讲，伊的背景，伊为甚物有安尼的想法，放伫伊的册内面。今早起咱读的是《路加福音》，你对路加毋知有偌济人捌？路加毋是犹太人，伊是叙利亚的人，伊是医生，伊拄好，伊伫个犹太人的所在咧执业，咧做医生，所以去捌到耶稣的遐学生，伊真好奇，这个人为什么是安尼？所以真做因的朋友。佮含因做阵，后来甚至将做因的同工。路加有一个心志，伊毋是犹太人，伊会通安尼来认捌耶稣，甚至服侍伊，伊也毋望伊会通整理耶稣的故事。来写互毋是犹太人的人，真容易就会通来认捌。所以咱若读路加福音，咱知影伊安尼的用心的时阵，咱看伊内面的故事，检查你就较会通理解。今早起咱所读的这站的圣经，路加福音的第17章咧记载10个。太高的安怎得到医治的故事？头一项，咱来想发生的地点伫倒位？伫加利利甲撒玛利亚交界的所在。当若讲到这的时，你心内毋知有一张地图无？若无，咱来看圣经后壁拢有地图。加利利较北边，耶路撒冷较南边，中撒玛利亚边啊，加利利海也是加利利湖。耶稣生长的所在，加利利拿撒勒的所在，真倚黎巴嫩。黎巴嫩出产上好的木材，所以。耶稣因老爸约瑟是目枪，圣诞节就要到，就这个原因。耶稣因对北边，若要到耶路撒冷，拢爱经过撒玛利亚这个所在，因拢会真细致，爱挑工行较往湖边的，闪过直接入去撒玛利亚。为什么？因为撒玛利亚人讨厌这个犹太人，因应该是工作的，不过足久以前祖先的故事，所以全四散。两个原因，头一个真正家族的问题，第二是当以色列人、犹太人受掠到巴比伦。伫遐受苦的时阵，
上帝听见因的求救，所以，互古列王放因转来。迄当阵，因听先知的话，真欢喜就转来。不过，毋是拢总的人拢转来，大部分尔点。那传像出埃及的时阵，一到旷野就受苦。有人伫遐喊讲：哈，阮宁可转来埃及做奴才，嘛比一只较好。这是人性。所以，迄当阵，古列王要放因转去的时，真侪人讲，那就转去。留喺遮做人的奴才，可能比转去故乡，伫遐常常互边仔的人欺负，检采搁较好。所以有真侪人选择留落来，踮喺遐含遗族，全伫遐来通婚来结婚。后来因的遭遇无好，又原爱转去。所以后来遮个人搁转来的吼，上早转来遐个人，看轻因讲：恁转来要创啥？恁无听上帝的教示，通过先知讲的，就转来。恁对上帝无够尽忠，所以阮无欢迎恁。所以遐个人无法度啊嘛转来啊，要去倒？所以全去撒玛利亚这个所在，这个所在咱嘛。对迄个地理小可知影的人，就知影讲遐吼较侪是山，遐个地理条件较无好，所以因全伫遐徛起，后来全互称呼做撒玛利亚人。所以若犹太人安尼南来北往，会经过因遐个时阵吼，上好莫入去因的城市，若无吼无受欢迎。甚至常常会冤家，但是吼，咱的印象，耶稣敢若拢挑工呢？哦，我若讲耶稣挑工，恁就知对呢吼。啊，圣经顶面一个足出名的，伫约翰福音第4章的，耶稣挑工去撒玛利亚的所在，去一口真出名，因的祖先雅各留落来雅各子。伫遐听候人来，讲讲你借我的器躯，我会通摕水，佮含人讲话，然后佮去人城内共带几落工。咱的印象上深的，伫路加福音简单记载哦，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，路加福音才有。咱今日读这段故事。嘛，路加福音才有，所以头一项咱就知影，路加真用心，看见耶稣有真侪作为挑工，甲撒玛利亚人有关系。耶稣的用心伫倒位？这个嘛是因工作的，这个嘛是上帝的囝儿，嘛是。望因会通来认捌上帝，真正真做伊的囝儿，搁互犹太人原来会通接纳因。所以当耶稣对遮经过的时阵，咱看我今仔日要讲的第2项，伫一个城外来看到一群人，这群人耶稣看到袂意外，因为因是。太过的受赶出来，带伫城外。这吼，迄当阵是用宗教律法的理由，讲你得到这款病是上帝的处罚，因为你一定有罪，若无就是你的祖先有罪，所以你才会得到这款病。所以得到这款病是罪人，就要赶出去。都爱城外，所以有医生讲，古早吼为着公共卫生的理由爱隔离，但是要用什么款的理由才会通大家安尼严严来遵守？所以迄当阵拢用宗教的法，讲哦，这是有罪的，这应该隔离赶出去。
不过赶出去伫遐大吼，嘛爱甲因照顾，所以亲人会通去探访，远远将物仔留落来，然后离开，袂使接触。另外就是像今仔日咱看的即个情形，若有人伫遐经过的时阵，因会通甲因求救，请因怜悯。所以，这个故事就是发生耶稣对撒玛利亚附近经过的时，拄到一群安尼的人。咱看因安怎来甲耶稣求救？因讲耶稣先生怜悯我。路加这个人，伊的写作真精准，每一句话拢有伊的意义。所以耶稣什么意思？表示这个人听见耶稣的故事，甚至认会出来伊是耶稣。这个意思咧讲啥？耶稣真正真出名，甚至传像安尼一群人，都捌听见。听见啥？听见耶稣有能力会医治。会惊信者，所以因称呼耶稣先生，敢若称呼先生哦，也无称呼做主，所以因保持相当的距离。其实吼，对行为学来看，即款的人，因做代志真谨慎，因在应对惊的人对因无好的回应。所以因讲话拢真细致，所以称呼伊耶稣先生。然后讲什么？怜悯我。怜悯我是什么意思？那对一般的人，因讲怜悯我，遐个人拢会留物仔互因，留钱互因，然后离开，因才敢活来。迄当阵。这宗教的规定讲，恁这群人袂使吓着人，袂使接近人，所以若有人对你身躯边仔经过，恁爱家己活。阮是太高的，唔通活来，但是可怜阮。你若无安尼活，人若发现吼，你活来吼，会使甲你牵着头。所以这个人。知影伊是耶稣，真聪明，用安尼真保持一款态度的来甲耶稣讲：耶稣先生，怜悯我。因其他的是甚物？那照一般，其他是耶稣，敢若一般人安尼留淡薄仔钱互因，留淡薄仔物仔互因，无义误。因所捌的这个耶稣，真正行一件，互因真意外的代志。耶稣甲因讲，去互祭司验。你听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无？因为得到这款重病，对犹太人因的宗教的律法讲，这款的病。是上帝的处罚，是因为罪所缔造的。若是安尼，因才有理由甲因赶出去，因为你是罪人，你是上帝处罚的，赶出去。还有一个宣告，这个宣告是啥做？祭司讲罪人赶出去，所以这群人就是安尼。所以当因听到耶稣甲因讲，去互祭司验，耶稣无讲恁好啊，去互祭司验。你若是这10个人，你听见耶稣讲去互祭司验，你想来，你心内想的是啥物？至少吼，伊就想讲啊，安尼咱会使入城来去行行的。啊，人来甲阮讲，你为什么入来？迄个足出名，迄个耶稣讲叫阮来找祭司。
所以我有机会入城来行行。啊，若要骂，你去骂耶稣。但是无义务。当因听耶稣的话，要入城的时阵，因就发现因已经好啊。咱若对太高小可知影的，就是伊有真明显，而且皮肤的问题。好，因随时就发现。过来，咱要想的是，当因发现因好的时阵，牧师阁讲一遍。若准你是这10个中间的一个，发现好的时阵会安怎？头一个当然是足惊吓的，足欢喜的啊！好啊，伊足明显的好啊。所以真正听耶稣的话，紧来去找祭司，互伊验好啊。然后祭司甲因赶出去，爱宣告，因好啊，会通倒转来。正常社会的生活，嘛爱祭司宣告，讲因已经好啊，上帝赦免因啊，人才会通接纳因搁倒转来。所以这10个人中间有9个欢喜甲袂记你耶稣啊，欢喜甲紧转来互祭司验，搁刷落来路加无记，我嘛毋知。但是路加有记的是，其中有一个。发现家己好啊，随时翻头倒转来，倒转来做什么代志？咱去看，伊大声感谢上帝，归荣光给上帝，因为伊知影，伊的病若是受人看作是上帝的处罚，病好去。是上帝的赦免，上帝的恩典，大声感谢上帝。第二，伊无袂记得，嘛爱感谢人，所以跪地甲耶稣说多谢。耶稣讲：哪会干那你转来？哪会干那即个撒玛利亚人转来？撒玛利亚人甲犹太人对穿的衫、对讲话腔口分别会出来。哪会干那即个撒玛利亚人转来？剩的9个呢？有解说圣经的人讲吼，即9个人当然嘛会记得耶稣，不过欢喜甲干那想讲。紧来去做祭司，得着好，紧互厝内的人知影，然后可能因后来才想着啊，嘛爱来甲耶稣感谢一下。但是耶稣已经经过因迄个所在。这个故事，佫刷来讲什么？上较深，咱来想，耶稣对这个人讲。起来，做你去，你的心有救你。起来，因为伊跪咧甲耶稣感谢。做你去，去的意思就是讲，你毋免阁客气，请你紧去互祭司验，转去你的乡下。但是，咱大家上界注意的，当然是最后这几字。你的心有救你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你的信心有救你2项代志。对于伊和耶稣直接这个过程，咱来看见，这个人甲村内9个人拢同款，听起耶稣的故事，因做阵称呼。耶稣先生林明远，这个人嘛捌耶稣，尊称伊做先生。但是这个时阵，这个人所做的，感谢上帝，归荣跟上帝，甲耶稣感谢，迄个意思，
这个人知影耶稣真特别，真正是亲像因听见的。这个人真特别，敢若先知，敢若有人咧讲，伊是毋是迄个拯救者基督？这个人对耶稣的认捌，已经是对敢若知影伊是耶稣，伊是先生，真做一个完全无共款的对象。所以，这款的关系，这款的认捌，是信心。伊的行为，伊伫咧遐跪落来感谢上帝，归荣光互上帝，是信心。知影安怎感谢耶稣，是信心。信心毋是干那认捌，毋是干那一款信任的关系尔点。信心是会通活出来。伫你的生活，伫你的行为中间，真一直来表现出来。所以耶稣看到这个人所做的这几项，知影伊对上帝的认捌，知影伊对耶稣的认捌。所以耶稣咧讲的信心是安尼，信心毋是看袂到的，信心是对咱的作为活出来。互人看会到的，你的信心有救你，有拯救你，互你真正得到救。什么意思？得救，毋是像这个人咧理解，我的病好去，是上帝已经赦免我的罪，安尼尔定。这个得到救，是这个人真正认捌上帝。这个人真正认捌耶稣，所以对咱每一个人来讲，这个故事若讲到这，毋知咱会通对这个故事来学习到什么？咱嘛拢是认捌上帝、认捌耶稣，也已经得到救的人，伫咱的生活的中间。咱有偌济作为是互人感受到的安尼。早起第一场吼，因为我一直看迄个时间真注意，所以讲较少。啊，第二场吼，我有特别甲咱长老问，讲恁做礼拜到几点？吼，牧师心内欢喜，甲讲安尼我会当加讲几个故事。我37年前开始伫马街工作。迄当阵就开始关心患者，后来才发现讲吼，哇，那愈来愈侪患者拢讲即句话，感恩哦。我知影这笑的人什么意思？感恩哦，都毋是咱教会咧流行的话，慈济哦，你继续讲落去。所以互我吼。这就两项想法，人哪会遮尔直接、遮尔自然，就讲感恩哦。后来吼，我全研究足久的吼，就用安尼伫病院内面开始来提醒讲，为什么人会感恩，互人感受到安尼遮尔自然来表达？咱的信仰，敢是上重视感恩的？但是，咱拢放在心内，咱祈祷就好，表达的，有表达出来，互人的感受是甚物款，是无共的。所以直接跳过来讲，哪会10个内面敢若一个？会晓感恩，迄1/10，毋知有啥物意思无？迄研究圣经的人有诶拢，安尼一直想，哪会1/10？毋若古早人安尼尔，现代人，我毋若读神学，我嘛有读
社会工作，读人文科学，所以我嘛捌看过迄款文章讲，无共文化的人吼，对感恩的表达是无共的。真正安尼。然后迄文章讲西方的人，特别是美国的人迄感恩挂在嘴的顶面，但是拢有嘴无心啦，讲的拢讲过感谢哦，感谢哦。我后来就用安尼甲因讲这实际的人嘛，敢若安尼呢，拢感恩哦，敢若一个口头禅，但是真正的，但是有的人真正足会晓感恩的。特别是共草迄个时代哇，有一首歌足出名的，你一定嘛知嘛？你唔知才怪，人别人就甲你讲啦。对，好，安尼。所以咱的社会嘛，真正重视安尼的代志。好，社会学咧研究人的行为学讲无共的文化内面的人对感恩的表达，真正有固定的比例。但是，会表达感恩的人，迄个意义是什么？迄个意义是什么？是遐个调查背后真正的。望咱知讲两项。为什么会感恩？迄个原因是，你会感受到人对咱的好，人对咱好唔好，你感受会到。你对真侪代志。你会感受到这个代志对我是好，你感受会到，感受会到尔。所以咱有足侪话来讲大恩不言谢，大大的感谢放在心内就好，唔通出嘴，出嘴就破讲去啊！家己摕楼梯来落台，甚至。咱有当时迄个感谢，想的是，若有机会才表达。所以我最近读到一篇文章讲，咱台湾的社会即马有这Line实在是袂歹啦。所以咱Line来来去足侪人拢伫遐随随就感恩啦。即嘛是好处，但是有偌济真正是用心的。倒转来讲。遐调查咧讲的，人对你的好，你是感受会到的。但是，安尼尔点，人对你的好，你的感受会到了后，有偌济人真正随时会采取行动来表达感谢，互对方感受到。连耶稣伫遮都有迄款期待安那会干那你转来？耶稣敢真正遮尔期待感恩？毋是，耶稣望因遮的人拢知影感恩，拢知影感谢上帝，感谢人。所以这个故事咧，甲咱提醒的是，真正。伫咱日常的生活的中间，伫咱兄弟姊妹的中间，一定有足济，因为咱真正彼此相疼，即款的事情，咱领受着别人对咱的关心，别人对咱的好，咱来感谢，及时的行动的感谢。毋是干那带互家己，成做一个会晓感恩的人尔点。搁较重要的是，通过即款的感恩来带动集体相疼的关系。所以，这个故事，你甲咱提醒两项代志：会记得你所领受的恩典。有真济是上帝的恩赐，爱感谢上帝，爱荣光上帝。第二，若是有相关的人，
爱及时知影感谢。你嘛捌对别人好过，你嘛捌帮助过别人，你一定有迄个经验。安那会拢无讲一个多谢？所以咱若会安尼期待，请咱会记得，爱及时来感谢。今仔日是真济教会来开创做感恩节，我嘛看咱教会迄布置，足温暖的，提醒。至少通过安尼的提醒，互咱知影找到真好的时间甲机会，讲对吼，无今年你安尼对我遮尔好，感恩节甲你感谢一下。感谢上帝，感谢人，你找到真好的机会啊，补救一下。但是更较重要，是通过安尼的提醒，知影咱甲上帝的关系信心是啥物？是爱有及时的回应，爱感谢，爱荣耀伊，甚至及时三听来回应别人对咱的好。来感恩，所以后摆咱毋免客气，传像慈济的人咧讲感恩哦，咱嘛会使讲感恩。但是咱的心内真正讲，这感恩的历史吼，无一定是恁慈济学院的哦。我真正甲因安尼讲，阮找足侪证据甲你看。为什么安尼？我则过来甲咱讲，咱做礼拜。这个天书的意义是什么？你毋知捌摕咱的礼拜天书单来看一下，为什么安尼排？咱的礼拜天书为什么安尼排？迄个意义是什么？咱的教会无啦，有的教会讲吼，准备心，然后听候领受回应，然后最后讲来去行。咱来看迄个礼拜的天书，我先讲天主教的，你若送我，即马牧师吼讲道理爱真细致，迄有足侪会友吼，我看伊安尼咧滑手机，我讲伊咧查讲牧师讲的是真诶啊假？即马少年的真正安尼甲我讲，然后礼拜煞才甲我讲，牧师，你看我查着安尼。天主教因的弥撒，因的做礼拜，迄个弥撒，因的做礼拜的意义是什么？讲叫做感恩祭。每一摆因做礼拜，就是为着感恩。迄个感恩的重点放伫倒，所以天主教逐摆做礼拜一定守圣餐，领受。感谢，回应，照安尼行。所以因的做礼拜煞结束的时，有的神父吼，那外国的神父，拢超工，还佫爱用列经文讲一体弥撒，迄个意思是讲啥？礼拜煞出去，照安尼行。感恩节是每一摆来做礼拜时提醒，是咱信仰的中心。其实咱的礼拜的天书，你若详细落去看，嘛真心像安尼。不过咱将迄个圣礼典，该换做领受上帝的话，话命美牛直接领受了，咱来回应，来感谢，咱用奉献。用真济有诶教会嘛讲，你都爱照安尼行。所以其实，咱每一摆伫遮礼拜诶过程，就是搁一摆来提醒咱信仰诶路所行过，是安怎信仰个变，安怎一只学乐，安怎一只领受上帝诶话，安怎一只要来回应。照安尼来行，
所以感恩是咱信用真重要的一点。逐摆领受感恩是用真实际的行动来回应，毋是干那奉献尔，是伫生活的中间对上帝来感恩，甚至安尼家活出来。感恩节拢会去想到美国人感恩节的故事，不过要用安尼来提醒，迄是发生伫英国的国家宗教，定做咱即马咧讲的圣公会迄款背景的了后，苏格兰人超共无，因为苏格兰人甲英格兰人本来就袂合。爱尔兰人嘛袂合，所以苏格兰人全叫因一个领袖，或者约翰·诺克斯 （John Knox） 长老会创办人，全世界长老会去学加尔文，带倒转来，将加尔文的想法、信仰带转去苏格兰，所以因讲，阮或者长老会，就甲恁英国人无共。爱尔兰人讲，阮继续保守原来的天主教，阮嘛不爱对立。后来宗教的迫害开始，这人真歹生存。拄迄当阵啊，船做了真大、真安全，会通行真远，甚至去新大陆。所以对迄当阵开始，有真侪追求新的生活、信仰的自由的人，到新大陆，就是到美国。因无遐尼大险到遐的时阵，其中有一批发生感恩节的故事。当因到新英格兰这个所在，寒天死几个人去啊，物仔食了了，啥物拢无啊。伫遐要安怎的时阵，感谢上帝。迄当中有一个原住民印第安人。拄捌去英国的所在工作过，会晓讲英语，上帝安排来甲因帮衬，对因真好，送因物仔，互因度过迄个冬天。到春天的时阵，佫教因讲安怎种作，种什么会活，爱饲什么精生，有法度真容易来生存。因嘛拢照安尼做，哦，上帝祝福因，头一年就拢成功，欢喜甲到即个时阵，冬天伫要到，感谢。因全甲遐个原住民讲，我嘛甲恁说多谢，啊无吼，做阵来庆祝，做阵来感谢。所以遐原住民完了炸因的物仔，做阵伫遐感谢，有记载，伫1622年，我就无记毋着。第二年，好，同款安尼扩大举行，大家欢喜甲。但是历史的记载无第3年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吼，对苏格兰、爱尔兰来的人愈来愈多吼，哇！啊，大家斗相保全边啊，占的地愈来愈大，啊，因阁有武器，所以遐原住民吼受到压迫，煞离开。对这个新住民的印象无好啊，后来西部的故事就对安尼开始。这个人2年的中间，就袂记得人对因有偌好，甚至袂记得上帝允许因伫咧遮，因爱安怎徛起，甲对待别人。所以研究感恩的人拢讲吼。啊，人吼足容易吼袂记咧，健忘啊，所以人全用这个做理由、做 excuse 啊，袂记咧啦，啊，拄着才佫想着。感恩是咱信仰上重要的一部分，因为咱得着救是上帝的恩典。每一摆咱一只礼拜，
提醒咱领受安尼的恩典。安怎感谢？是照安尼行，行伫倒位，行伫咱的肢体兄弟姊妹中间，将安尼的信仰挖出来，真主看会到的。感恩是咱信仰的中心，咱来算来想，咱所领受的恩典，爱献感恩出来，感谢上帝。但是，上时毋通袂记得，安尼的感恩嘛爱活伫咱身躯边的人的中间，特别是对咱的兄弟姊妹中间来做起。知影感恩的人，是将伊的信心伫伊的生活的中间挖出来，所以咱的信仰是看会到的，上容易来表达的，上容易来挖出来的所在，就是表达感恩。三甲阿头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搁再感谢你。每一摆来到你的面前，敬拜你，就互阮想到你的恩典临到阮，互阮的罪因为主耶稣会通得到赦免。逐摆提醒阮安尼的恩典。毋是干那通过信仰的个别而定，也提醒我，着爱伫生活的中间，将安尼的感恩，将安尼的信心来挖出来。搁一摆，伫即个感恩的季节，向你献上感谢。也搁一摆，感谢你今早起。用路加福音超工记载，即站10个太高得到医好的故事，耶稣伫遐提醒你的信心，医好你，阮拢得到即个恩典，也得到拯救，得到新的活命。感谢你，搁一摆用安尼来提醒阮，爱将安尼信心甲活命，伫阮逐日的生活的中间，会通挖出来、行出来。上界简单会通做的，就是对感恩做起，就是对伫阮身躯边的人，阮会通来甲伊表达感恩。感恩就是彼此相听的头一步。祈祷，我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主将列位天了定我心。真多谢达牧师用感恩来做咱的勉励。下面咱继续来吟圣诗300曲3首。主，我要学了你。请咱起立吟全首。
真济，下面来奉献。咱这时要来请李正义教师、赖建义教师来书献。请大家起立。真济，下面我来报告大声，请咱来读今仔日经文。伫周报的头一面，这是我来读，大家对我来读2摆。这个目族的人以外，也无别人倒转来归荣光予上帝吗？就甲伊讲，就甲迄人讲，起来做你去，你的神有救你。路加福音17章。第18节到19节，请。这个目族的人以外，也无别人来倒转来归荣光上帝吗？就甲迄人讲，起来做你去，你的神有救你。路加福音17章18到19节。这个目族的人以外，也无别人倒转来归荣光上帝吗？就甲迄人讲，起来做你去，你的神有救你。18到19节，请咱掀开咱的周报。第一页，遮有服侍的内容。后礼拜服侍有遮摆着的侍奉的人员，请咱大家准备心来侍奉。顶周的聚会的情形，请咱家己看。这个教育部的课程有公布这个所在，请咱有兴趣的人会来参加来做就。周间的聚会，咱这有拜2、拜1、拜3、甲拜6、甲礼拜下，咱请咱兄弟大家来踊跃参与。教会小组的聚会，拜3、甲拜5的，拜2、甲拜6，请咱大家来就近来参加。掀开周报第3页，教会小组的代祷事项，代祷事项才有公祷的事项，请咱大家看。伫这小组的时阵，会使提出代祷。第4页，奉献的面世，咱大家看。有订单的所在，请咱用咱一周的中心来提出见证。第5页，消息报告。本周日，咱这个所在特别爱欢迎、感谢陈牧师来咱的教会来遮见证来分享。咱继续来多谢。今仔日中昼12点半，伫9楼要召开主日学的会议，请主日学同工来参与。中昼有备办这个便当。后主日29，大港节头一个主日，咱有请这个学生团契来点这个大港节头一期垃圾，
是5万个垃圾。后礼拜中午12点，伫702会议室要召开财务部的会议，请部员出席来参加。后礼拜中昼12点半，伫6楼的办公室要召开行政部会议，请部员来出席参会。小会的消息，咱即摆有公告吼，12月初1开始，下礼拜啦，12月初1要开始吼，强制爱戴即个喙掩吼，即个8种的即个场所拢一定爱挂即个喙掩，若无挂要罚15000块。才有8项请咱来注意。亲像即第3项，生活的消费，你若要去百货、商场，也是即超市吼。展览场这一定爱挂，若无挂，向杀掉，咱爱罚15000块。咱这教会第7点的教会宗教祭祀者，那教会嘛是共款，若无注意吼，喙掩嘛无挂，嘛去互罚钱吼。毋是讲罚一摆永远袂罚啦，无了。大概若掠着拢，大概拢会罚15000块，请恁大家爱注意，落地啊拢爱囥我拢囥啊规地喙掩啦，囥掉的，若袂记咧。再摕出来，好，请大家爱注意配合。这个教会防疫性生活的规范，这个照常哈，咱咧入来时阵哦，都爱去迄个入教会正前的门口，也爱去量一下磅看卖啊，看有超过37.5，然后超过吼都莫过来啊，安尼，吼，来注意，喙掩一定是爱挂的。若要开车的人嘛共款，开车地下室。停车了以后嘛，去1楼爱去小磅一下，磅你的温度。消息，教会消息，咱有即个明年度的月历已经印好啊，请咱去4楼教育厅来领出1号1本，有限制。圣诞歌吼会使来预定啊，若要预定的人吼，伫即个预定的时间是登记到12月初6来截止。即个口味有梅啊，还有绿豆的，还有盐雪3种。一个圣诞歌15块，咱请咱去6楼，用咱的干事来登记，登记了以后再来甲提出。咱的教会乐龄关怀据点吼，11月25拜3上午9点702会议室，伫所在有聚会，请咱年会较悬的遮个前辈会当来参与遮个聚会。献会第6页消息，即个吼特别有来甲咱邀请吼，王乃新兄弟甲郑雅芬姊妹。有来特别甲咱邀请，即12月12日，12月12号，请我前好记，12月12号，拜六早起8点半会记的哦。咱普通拢是10点来，伊是8点半吼，伫即个所在举行婚礼，请咱大家吼踊跃来参与，伫拜堂踊跃来参与，甲恭喜。今仔日敢无来？王乃新弟兄敢来？有啦吼，请起立吼，甲你恭喜吼，甲你恭喜。大家会记的哈拜六啊，12月12号会来遮参与，吼来甲参加伊婚礼。他是苏梅姐的儿子。明梅姐，庄明梅姊妹啦，也公主啦，吼真个恭喜，谢谢。好，这个教改消息吼，成立中会11月2日，就今仔日啦，下午2点半，路德教会来献堂感恩礼拜，然后伊伫路德区宏化路5号4楼，伊这新的啦，要建堂啦。建堂刷，咱即摆要献堂，请大家吼有志来参与。平安7个这个关怀协会吼，有特别甲咱奉献100袋这 CD 吼，咱大家有兴趣的，有需要爱去6楼去领取。迄边这个咱今年度的这个圣诞节系列活动吼，遮拢有啦吼，大港节啦，圣诞布置的啦，有这电灯的啦，11月21啦吼，暗时8点，咱唱诗9点来点灯啦，点灯。个星光3月进行报佳音，12月初5，拜六6点。社区的报佳音是12月13到19，会友的这社区啦，还是家庭的。12月19啦，拜六暗时7点到9点半有圣诞晚会，伫遮啦吼，拜六暗时圣诞晚会。20呢，礼拜2上午9点半有这圣诞的赞美礼拜，中昼圣诞爱餐吼。这个吼，咱大家爱甲注意，来配合，因我来参与吼。来以上报告，但我只是来介绍新来的朋友。今仔有新来的朋友啦吼，这王冠勋弟兄，
哦，伫后壁啦吼，甲拍扑啊，这吴文仁兄弟的这朋友，哦，欢迎你来参加。另外陈妙慈，啊，住伫这复兴路啦吼，伊这是台北的朋友介绍甲教会，陈妙慈姊妹，啊，这个这叫啥？许愿弟兄，有啦，哦，来请啦吼，大家拍扑啊。这姊妹啦，许愿姊妹吼，嘛是吴文仁，伊即嘛是中立的真理堂吼，真欢迎你来参加哈。啊，以后呢继续哈，继续来参加礼拜哈，上帝祝福你哈，欢迎你来。下面我这特别报告就是这个王乃新兄弟特别甲咱邀请啦吼，迄个帅哥甲咱邀请，伊讲12月12吼拜六啊，咱大家来这同享这个婚礼啦吼，啊甲祝福的。啊，其他的无啊啦吼。好来，下面吼咱来继续。上营386首，386首，天下万邦万国万民。请起立吟全首，吟诗煞，啊，请陈牧师甲咱做导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圣神的相通，永远甲恁大家三甲伫地。阿门。请坐，祝歌。电乐，来灭倒。请咱大家起立来行平安礼，
甲你身躯边的人讲，耶稣听你，愿你平安。